1975年3月30日，国立台湾工业技术学院举行开学典礼。我们今天总算开学了。那么我们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准备成立2个系：电子系和管理系。台湾工业技术学院就是台湾科技大学的前身，伫开办初期只有16个老师4个班，即卖已经有24个独立的系所，是台湾基职教育的龙头大学。2000年3月30日，宋楚瑜创办亲民党，支持借用热烈的掌声通过，由宋楚瑜出任党主席。再一次的谢谢大家，我们一定还是继续手牵手，心连心，为台湾来打拼。宋楚瑜嘛推荐张昭勇作为伊的副主席，立法院嘛有15位的立委，组成刺激团体亲民会，希望会当伫政治上开创新版图。